遮个咱一摆甲咱讲圣诞恭喜耶稣听你，真欢喜伫即个抬杠节第2礼拜，为着公布文艺纪念主日的时间，来遮甲咱请安。今仔日公布是派特别一个人来咱教会，因为咱教会为过去到即马一直拢袂记咧公布即个文艺时间的重要性。一直拢咧为着文艺时间来奉献、来关心，甚至来推动。这是咱教会一个真要紧的特色。咱的教会毋但关心本身的成长，咱也关心正教会的成长。伫过去有机会甲俊和牧师伫总会同工，看起是一位真认真拍拼的青年。有一点我较关心的是讲伊的身材爱较减一下安尼，我讲淡水教会足疼牧者的，疼毋哩爱着准则一下，毋好食伤济安尼。伊讲牧师我拢食少少尔，毋过上帝较一直疼我，互我一直身材一直好起来吼。这嘛我一方面也欣赏伊，因为我一直食，一直拢无法度像伊安尼吼。有人甲我讲你著爱食较胖咧安尼吼。但是这是上帝互每一个人伊无共款的祝福。今日我用诗篇23篇伫遮来甲咱分享，因为这个诗篇23篇也是诗篇中的诗篇。有人讲我毋知要安怎祈祷吼，我拢甲伊讲，你为诗篇开始读足熟。逐日你若袂晓祈祷，你先用诗篇一篇一篇来读，来对上帝祈祷。因为诗篇23篇嘛是代笔伊对上帝的一个祈祷，甲上帝一个互动。对这个诗篇23篇，互咱看见讲，咱一个代笔王伊会通真谦卑伫上帝面前伫遐对上帝祈祷，伊建立甲上帝一个真密切、真水的关系。这嘛是我还未读幼稚园，还未读国校的时，细汉我的爸爸妈妈伫暗时，阮家庭礼拜时，每一个囡仔大家拢爱念一摆诗篇23篇，爱用台语念吼。伫迄念诗篇23篇的过程中，爸爸就讲，伊是第一代基督徒，恁爱建立甲上帝的关系，恁嘛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伫牧会的过程中，拢有会友甲我讲，牧师你是第2代，我第5代安尼吼，我加你几代安尼。其实咱拢毋捌叫上帝阿公啦，咱拢叫上帝什么？阿爸爸上帝。所以每一个人拢是第一代，因为咱甲上帝关系是咱甲上帝所建立直接的关系。这也是诗篇伫遮咧甲因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咱新的圣经翻译是上主是我的牧者吼。代笔对信仰出发，个别伊甲上帝迄个真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无分第几代因为每一个人拢叫阿爸爸上帝，咱甲上帝是爸甲囝甲儿女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若建立，咱伫遮就会通过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来祈祷。咱甲上帝关系就伫遐直接建立一个真密切的关系。所以代表讲，我的上帝，我的牧者，伫遐，伊伫遐看见讲上帝是一个大牧者，伊是一个上帝固守的一个羊群。这个关系就是一个得救的关系，伫遐，互上帝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仰望。上帝甲伊引带，爱对上帝安尼行人生的路径。虽然伫代笔的人生的路径，伫迄个过程中有坎坎坷坷，也拄着敌人攻击的时阵，也拄着伊的囝背逆的时，这是伫代笔的人生中，咱拢敢看见伊水的一面。但是伫迄个伊的人生的过程中，上帝并无应允伊一帆风顺。伫遐就是
咱每一个人嘛会经历即款的人生，伫困境的时，伫遐会记得对上帝来祈祷，建立甲上帝较密切的关系。伫逆境的时阵，大必伊用诗来学了上帝，来感谢上帝，记得凡事感谢。伫咱咧讲凡事感谢时，咱看见大必伊会固定读上帝话，用上帝话语来成做伊的灵粮，来帮助伊，互伊甲上帝的关系愈来建立愈深。因为咱认捌上帝，圣经咧用认捌迄个希伯来文认捌是用亚大即字，这是甲上帝一个真特别的迄个关系。大必咧认捌上帝，迄个建立的过程中，伫困境中，伊祈祷上帝，上帝来帮助你；伫顺境的中间，伊感谢上帝，伫遐感觉伊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亲密。所以对上帝认捌，大必伊并无讲我已经完全捌上帝啊，伊用伊的一生来咧认捌上帝。所以基督徒每一个你我伫遐，咱要安怎通过文字，通过读圣经来认捌上帝，通过咱四周围遮尔水的环境，一蕊花一个草，咱看见伊生命成长的喜乐，伫遐来认捌上帝。所以下晡有一个我翕相的迄个白灵诗的展览吼，而且毋是要广告吼，我是讲要讲迄个。我是安怎会去翕遐相，嘛无去学翕相。毋过我伫迄个每一个路行过路的路边，像讲拄只入来咱教会，每一个花蕊，每一个草，伫遐看见讲，哇，上帝创造甲遮尔水。有当时咱真无闲，伫遐向安尼一直行过，拢无看见讲规个。淡水镇的所在有足侪挖角嘛，一个水，佮挖过嘛，佮一个水。咱敢有好好伫无闲的中间，互咱的心静落来，亲像大必安尼，伫溪水边来欣赏、来体验上帝互咱的平安甲喜乐。伫咱无闲的中间，迄个无闲就是心忙吼，心已经慢慢死去啊。特别工业社会。大家无闲甲，怎啊无心情，是讲袂记得看见咱四周围遮个水。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佫一摆提醒咱甲上帝关系，伫迄个关系过程中，咱甲环境的关系，咱甲人的关系，咱甲家己的关系，是毋是有建立一个真和谐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咱咧讲的平安。所以咱。基督徒的请安，咱讲平安，迄个平安毋是干那讲嘴讲了就平安，就无去。这个平安的意义就是咱是毋是一摆佮重新甲上帝建立迄个和谐的关系，咱甲人的关系是毋是互相伫遐有三角鼓励、三角带导、三角伫遐三角分享。分担，咱甲万物的关系是毋是？咱有去甲伊关心、去照顾，去甲破坏，是互大自然界来反扑，这拢是迄个关系的问题。咱甲家己的关系有好无？会记得咱伫咱的心中有充满感恩无？这是大必，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的过程中，就是迄个关系的建立。当咱咧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时，佫一摆提醒咱，我甲上帝的关系，毋知是甚物款，是礼拜日甲建立关系，拜一甲拜六，哪像上帝离我较远？毋是，上帝是咱每一日每一刻甲咱三个地地，伊是以马内利的主。咱甲人的关系。是来到教会，咱甲有即个好的关系，称做兄弟姊妹；还是咱到咱的厝边，咱的亲人朋友，还是无熟悉的人，咱嘛会当替伊祈祷。即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咱甲万物的关系，咱有去破坏环境无？
咱有去照顾即个自然界的环境无？还是亲像即马咧讲地球暖化温室效应，这拢是迄个关系破坏的一个反扑。咱甲家己的关系，咱定咧讲爱中医去看中医，中医讲你身体安怎无好就失调啦，失调迄个关系歹去，咱甲家己的关系歹去，所以你咧看即个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万物的关系，人甲家己的关系，这就是希伯来文所咧讲的shalom平安。所以咱咧讲平安的时，就伫遐搁一摆提醒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上主是我的牧者，咱甲伊的关系是牧者甲羊的关系，咱会通学习伫遐完全的信靠，还有一个顶头生的一个关系。所以耶和华的灵，上主的灵，互我伊的灵，伊互我的灵魂静音，伊互我的灵魂静音，中文写苏醒啦，互我的灵魂搁一摆醒起来，目睭搁一摆开看见什么？看见咱信靠上帝了后，生命有搁一摆顶头生。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讲，今日我伫活，毋是我保罗伫活，是耶稣伫我本身伫活。李登辉总统伊有写一本册讲，我不是我的我啦，我毋是我的我迄本新册发表的时候，请我去甲伊做迄个回应我瞧了伫昨下晡。我譬如讲，昨下晡3点接到印刷厂送来册，今仔日10点，就爱伫迄个做发表会回应所以为接到册了后，安尼规暝无困，就一直读看迄本册一直看。愈看愈发现讲，我毋是我的我，一直咧想即个，伊就是用保罗讲，今日咧我毋是我保罗咧我，是基督踮伫我的心上咧我。即个也是大笔伊顶头生的一个经历，像兄做咱有即款的经历也无，因为伊甲上帝关系是用 I and 绕迄个理咱普通用人字旁的理，中文是改用做神字旁迄个年，即个是迄个建立一个真特别的关系，讲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迄个关系建立中，伊。伫遐搁一摆，互伊的灵魂苏醒醒起来，伊的灵魂标字翻译做，互我的灵魂静音，静音就是搁一摆醒起来，搁一摆甲目睭重新开起来，看到什么？看到哇！上帝创造较遮奇妙，上帝创造较遮伟大，上帝遐尼无限，人遮尼有限，上帝遮尼圣洁。我遮尔有诶，上帝的疼遮尔济，我回应上帝的疼较遮尔少。伫即个互动的过程中，伫遐互咱看到什么，体验到什么，看到上帝迄个恩典满满，实在咱无法度报答，只有用什么？用感恩，伫侍奉的过程中。来回应上帝，伫生活中间来见证上帝恩典，这是代表伊所体验迄个灵魂静音了后，生命的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更新，生命的一个顶头生搁活的见证。像遐这咱的信仰经历，咱有即款的经历也无？当上帝搁一摆开咱的目睭，你有看到上帝奇妙的疼、恩典的疼？伫我的身上来帮助我，来祝福我也无。最近拄着一位姊妹，爱经历真大的困境，亲人的过身，本身的身体的软弱，拄着足侪试炼，而且试炼过程了后，体验足侪人的关怀，足侪人的带导。伫
即个大病了后，伊向目睭开开，讲：哦，我一直毋知影上帝的恩典遮尔大，伫伊流目屎伫上帝面前来感谢上帝。上帝，我搁一摆来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教育我用。代笔伊体验牧者的看顾，牧者的安慰，牧者的恩典，牧者的带领。伊本身也成做一位顾养的牧者。代笔的手中，伊也体验一支管，上帝予伊的牧长，伫遐来顾羊群，伫溪水边来照顾遐羊群，来体验上帝是大牧者。伊伫遐受照顾，伊也用安尼来照顾遮羊群。伫出来记第4章20节，摩西写讲摩西手中拿着上帝的管，短几字了经文写讲摩西手上拿神的杖，迄个上帝管。摩西遐迄个顾羊的管是一般足平凡的。是可能是路边一间树看到安尼，即个树尾水水甲插起来，甲收收的，就伫遐顾养。但是当摩西伊顺服，互上帝呼召来亲近上帝时，伊手中一支平凡的管变做上帝管，伫遐互咱体验什么？体验着讲，咱是一个足平凡的人，受中上帝来呼召。来进入上帝的殿，伫遮来敬拜伊的时阵，咱体验到上帝，伊是万权的上帝，伊是无限的上帝，圣洁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上帝，也创造咱生命的上帝。所以，伫迄个不平凡甲咱真平凡的互动的中间，互咱体验什么？当咱完全信靠、完全交托、完全仰望的时，咱上帝互咱手中的迄个平凡的管变做上帝管。摩西摕着上帝管，你看见讲，伫遐红海，伊迄个管记落，红海怎啊开开，大神迹发生，以色列百姓伫遐过红海。摩西摕着上帝管。讲石盘，石盘就流出活水。所以伫你手中，有人时讲上帝拢无我什么，但是你亲像大笔伫遐仰望上帝，甲上帝建立水的关系了后，伊会通生命更新了后，目睭开开，你会发现上帝伫你足平凡的身上，互咱有足侪无平凡的恩典祝福。所以。我伫教会德牧会的过程中，伫遐当去教会，迄间教会是迄个报道所，第一摆去的时，讲牧师你来阮拢看你安尼。我心内咧想讲，若看就惨啊，大家拢看我，逐个礼拜拢来看我就好啊。我讲毋是，咱虽然会有20-30个，咱做伙同工来看上帝。上帝来引带，咱大家来侍奉。开始咧侍奉的时，阮教会迄阵无圣歌队，招即个也讲你去招啥，伊较敖。奇怪会友头拢知影别人较敖，我较含安尼。讲迄个较敖唱伊的歌声，伊的声喉较好哦。你就去找迄个。找即个伊嘛去讲去找。奇怪有诶拢互相欣赏，讲你找伊，伊讲伊找伊安尼。到尾我甲因招。无论你的声喉好啊歹，你若有一个侍奉的心，你拢会当来圣歌队。有诶讲我拢努力美化，无要紧，你来坐伫圣歌队后壁。要创啊？伫遐听歌，你晓听歌袂？讲会啦，听歌我会晓，唱我袂晓。但是伫遐听的中间，我会讲，你着爱为圣歌队来祈祷，伫遐整理谱。听到无1-2个月，伊嘛参加圣歌队。所以伫迄个侍奉的过程中，哪侍奉，哪喜乐，哪侍奉，哪体验上帝恩典，
的祝福，上帝的引带，上帝互咱的恩赐愈释放，愈迄个稳定恩赐愈发挥出来。哪释放就会哪谦卑，亲像大笔，伊伫迄个得胜的人生了后，伊得到丰盛的性命了后，伊愈谦卑，跪落伫上帝面前，拜咧做祈祷。咱伫诗篇内底会发现讲，大笔伊虽然做王，伊嘛是要搁谦卑伫上帝面前来祈祷，来侍奉上帝。所以哪侍奉哪谦卑，哪侍奉哪喜乐，互咱会通进入一个丰盛得胜的人生。大笔伊互咱看见讲，这羊伊倒伫迄个青翠的草坡，伫遐享受迄个清净的水边，心真正平安，真正喜乐。看去遮尔青翠的草坡的过程中，你会通体验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满满。所以伫我牧会过程中，我真爱会友伫遐会通分享伊的见证。所以我毋知影咱教会，我无问牧师讲咱的家庭礼拜是甚物人主理但是我要分享，公报社有出一本神煞广告新眼光读经有无？我拢鼓励每一个会友一个家庭若有5个人，逐人拢摕一本，无要紧，公报社拢有人奉献这印刷拢有够。所以一人一本，逐日拢去读迄个经文，搁读迄个解经，内底有祈祷。逐个人拢来读，拢来用即个新眼光读经，嘛有青年的新眼光读经，所以咱每一人拢会通一本。我伫教会要安排工礼拜时，特别伫市内要安排工礼拜真较困难伫这个安排过程中，拢爱牧师也是中级主理。我伫教会超了第3个牧会第3个月了，我讲去到这个家庭，就这个家庭来主理。中级甲我讲，牧师安尼会友会走了了。我讲中级会走袂？讲袂，无留中级倒开玩笑，伫遐咧讲，伫遐我就是开始甲会友讲，咱家庭礼拜时。2礼拜后、3礼拜后要到恁兜家庭礼拜，你心内咧想啥物？准备食的啦，这礼拜要、后礼拜要伫阮兜家庭礼拜，我要准备啥物？茶饼啥物好食的互会友来食。有偌济人来阮兜大概算算来牧师咧讲道、中级讲道拢无去想遐，讲等者要摕啥物？来分享，互人食。这个就是咱一般的美娘。总是一个家庭礼拜，伫礼拜中，搁较要紧的就是灵娘。大笔伊讲，上帝伫我对敌的面前摆设宴席，摆设迄个宴席。这宴席是啥物？就是上帝的话。会通赢过一切，所以我伫遐就是鼓励每一人拢有心眼光读经，然后去到这个家庭，就轮到这个家庭主理。你毋免准备啥物食，准备一个茶水就好。然后你分享，照心眼光读经，伫遐内底有圣诗，也有圣经，照圣经读，内底有迄个解说。你逐礼拜。伫遐读了有感动，用红笔甲伊画起来，了后你分享迄个感动。无到半年，即个要摆工礼拜的时间，足侪人拢来讲，牧师卡拢还袂轮到阮兜，讲3个月前才轮到恁兜尔。伊讲敢会当较紧的？我讲较紧要啥？我要赶紧分享即个感动，因为有感动，才有行动。因为咱有对上帝话。有做感动，咱就是爱有行动。所以伫即个教会，伫即个互相分享的过程中，毋但伫教会
会友兄弟的分享，伊也将伊本身所体验的去到伫伊的亲人朋友的顶面来分享。所以教会的成长就因为这个会友会通去带伊的亲人朋友来到教会来慕道。咱若一直诚做听道理的，无去行道理；咱若一直逐礼拜来对牧师的讲道得到感动，无行动的时，咱伫遐无法度体验上帝是我的牧者，伊的灵甲我伫地，伊免怎引带我行伫清净的水边，伊免怎帮助我，互我灵魂静用，搁一摆开我的目睭，看见上帝奇妙的所在。毋望今仔日诗篇，伫遮会通帮助咱，搁一摆通过大笔伊对上帝学乐，对上帝祈祷，甲上帝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伫遐体验上主是我的牧者，伊是我活我的主，日日甲我相合伫地，互我对伊的恩典祝福伫我的心显出，伫我的行动显出。来见证上帝是一个活我的上帝，伊的恩典教给我用。三脚来祈祷，主感谢你通过诗篇23篇，互阮体验耶和华是阮的牧者，你时刻保守，你时刻看顾。虽然阮有拄着困境，也有拄着顺境，总是伫困境中，阮免怎样仰望倚靠你；伫顺境中，阮也时刻来感谢你，互阮的人生活出凡事感谢、凡事相信、凡事毋忘的人生。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